甲伊交往将近20冬，食过伊算袂了的物件，接受过伊讲袂尽的真心关怀。我虽连伊毋捌字这件代志都无发现，雄雄感觉我才是迄个毋捌字的人。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溪。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去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我咧想，我这世人上大的福气，应该就是朋友真济。反正是家己的身材、生长，拢足通俗，亲像隔壁的侄阿伯啊，讲话腔口阁含着老爸家己腔和老母的宜兰腔，所以人北二路的人，哪像拢会使对我讲话开口内面，吹到袂输是同乡的认同感。佮因为工作的关系，强要走遍全台湾，连离岛南屿甲垦丁的海底拢捌落去过，接触的人又佮济又佮宽，所以真济录影的对象，甚至是路边无张蹄相拄的，也佮有单位有缘坐共底倒的，上尾拢变做几落当的朋友。这款的朋友，也无生活上也是工作上的关联。阁无食见面，10几冬来要原在，咸菜就是因为单纯的真情这2字，生意了就是其中之一。生意了是台南人，对阿公迄代开始就伫沙卡里巴卖炒鳝鱼，伊是第3代，甲伊熟悉完全是意外。有一摆去台南做节目，工作人员内面有台南人，伊讲：导演，咱今仔日要去台南录影对无？是啊。咱芳的时阵，敢会使我去沙卡里巴一下？沙卡里巴，迄是啥物所在？沙卡里巴是阮台南以前上有名的夜市啊。去遐要创啥？我足久无食到遐的炒鳝鱼啊，我足怀念的。炒鳝鱼哦，敢好食？别位的炒鳝鱼，无一间哦，我食会下。即搭我真细汉食到大汉，你若食过哦，保证会少念。有影无影？好啊，莫阁讲啊。谢谢啦，导演。
我水暖强强要沉落来啊！哈？行，来去沙卡里吧。耶！为了挽救伊对故乡味的笑脸，所有人都对伊去。会记这头家是大闹坑，动作夸大。知影是台南在地人带阮来，竟然直接讲：炒鳝鱼安怎叫做好食？敢若正港的台南人才捌啊！恁台北的哦，食袂出来啦。真的啊假的？炒鳝鱼上重要是火候，每一份鳝鱼炒的时间爱掌握伫27秒钟，较加较减袂使超过3秒钟。面对这款的自信甲骄傲，唯一检验的办法，就是录影存证。安尼，阮家时头啊便便，会使甲你录影做一个记录啊无？满食满不熟，熟食不能满。我鳝鱼料的功夫，若要学，无遐快。买录做恁录，来约不啦？所以，阮就甲摄影机倒起来，记录伊为12个人客连续炒12份鳝鱼的过程，再搁直接对影片内面检查时间。看伊先甲鼎烘甲足热，下蒜头、下葱啊、下咸椒啊、下高丽菜，快速拉贵了后，甲鳝鱼下落去鼎里做伙炒。刷入去甲台南料理永远袂当嫌的糖、甲豆油含醋这类的资料下落去。过来看到伊敢若甲手里的虾小可变去的，就听伫鼎边轻轻啊喊，发出小电线叮叮咚咚、滴滴的声。一头小可起起，若像真心咧听鼎内面传出来某种的信号共款。雄雄，伫迄一梦里。伊足看大，甲鼎压离开火，用盘底好芳上倒，大声讲：“看烧！”刷入去，活过去洗鼎，继续炒第2盘。小款好食无？就好食呢。倒演呢，食会好无？赞！会记起迄天鳝鱼面食了，伊特别出来请我伫壁面顶签名。麻烦导演甲我写几页字批评指教一下。批评指教哦，我想一下。我顿第一步，会记你是啥？台南好滋味。多谢导演指教。良心讲，我家己写了，感觉不正心虚，因为炒鳝鱼的滋味好也歹，真正敢若台南人才捌。我心内真正想要写的，其实是“臭屁有理”这4字，因为拄则炒12盘鳝鱼，平均每一盘用的时间有影是27秒，相差无3秒，确实有准。这档沙卡里巴的炒鳝鱼确实有特色，啊无安尼，咱规去做一集，专门来介绍好啊。好啊好啊。后来，阮就对伊对选料、采买，一直到准备营业，也有直接人客顶顶，做一段近距离的记录，正做一段节目。想袂到，只不过是这款的机缘。后来，伊煞变做我生活中定定意外出现的人客，也有供应食物的人。
可能是受到商业形态改变的影响，饮食业的生意伫迄边渐渐变歹。毋过，伊依然无搬离开沙卡里吧，因为阿公开到呾的店，若搬，袂输长金共款。了后，凡世是为着要增加收入，伊三不五时会加入台南美食团这类的活动，走遍全台湾。所以，伊就会时间无固定，事先无通知，常常出现伫我的办公室，手里挂一堆数量侪到足咸的食物，亲像肉粽、烟肠这类的。导演，迄个台南的鳝鱼料过来啊呢？吴导演，这个脆食面啊，请你甲同事谈散一下。吼，你实在真功夫呢！阮逐个会互你饲甲体重超磅啦。会食就是福，食好死毋通死无食，这拢家己做的，真材实料，做你安心啊食。多谢多谢。我老弟咧，就向我讲几句啊。即抓来台北，无用啥。共款加减啊，罔趁食。我年啊，导演有较无用无？差不多啦，规年趟天拢嘛咧甲时间走相约。趁钱有数，身体爱会记你顾。好啊，莫搅了你啊！我嘛要来去拼经济。啊，以后就坐啊袂少咧。另纸才搁讲，过时。哦，好啦，顺行。我若无伫咧，伊就伫办公室捞一堆食物，将伊身躯顶的葱仔、蒜头、酒含醋淋做伙气味。拄着过年过节，搁较抢在无声无息，一大箱台南的名产就寄过来，亲像菜粽、沙目鱼丸之类的。拍电话甲讲以后莫麻烦，伊永远拢安尼应。互恁食一寡台南的气味啦，恁台北的物件袂食得啦。检采是因为伊的热情会互人记载袂牢，所以若有代志去台南，颠倒毋敢互知。毋过煞定定互伊掌着，有当时是拎一大袋食物出现伫演讲的所在，也是炸几箱饮料无定无时伫剧场的后台补出来。美讲，干来台南也袂讲，拢是人客看到你伫店内的签名，才甲我讲的。有一摆我挡袂牢，问伊讲：你逐项物件拢早来互我食过，是安怎独独毋炸你的炒鳝鱼？想袂到伊竟然安尼甲我应。炒鳝鱼二鼎3分钟就袂食得啦，慢慢啊，恁这是台北人。10几年前，大汉小妹意外过身，报纸有报。报出来迄天，我才入去办公室，就接到伊的电话。吴导演啊，阮查某囝有看到报纸，哎哟，要安怎讲？你家己爱较保重啊，艰苦拢会啦，毋过心情尽量放较开咧，知无？嗯。我嘛足艰苦，所以我若像应该爱去伊的面前，亲身甲伊烧一领香，比较较安心。毋免啦，你路途这样远，心意到就好啊啦。想袂到，伊竟然讲：我即摆人伫松山机场啊。啥？你骹手哪会遐紧？我坐上早班的回龙机啦。
你甲我讲灵堂伫倒位，我直接请计程车过。幸好我到灵堂，才发现伊毋拿人来，还阁炸台南风俗的各种蜡烛祭品，而且嘛早就布置好势，干那等我替伊消解。你替我踮恁小妹的面前消解一下，讲善意了的来甲伊致意。拜山了，两个人同齐去外面食饭，无讲半句话。礼仪公司的人经过时，甲我小酒问，顺嘴问我讲：“请问这位是？”我也袂赴反应，煞听到伊真自在应讲：“我是伊的细汉的，伊是阮大的啦。”喂，几个月前，雄雄接到伊的电话，非常紧张，讲：“吴德燕啊，听讲你即摆鼻仔拢鼻无味哦，哪会拢毋捌听你讲啦？这也毋是啥物大代志啊，拢得爱别人看到报道，甲我讲我才知，家己的身体哪会拢毋顾啦？迄遗传啦，阮老母较早嘛是安尼，免烦恼啦。袂使直啦。若鼻无味，食物件就无意义啊！我甲你讲哦，我即马人伫西药房，头家甲我是活贴的，有一种外国进口的健康食品，应该会当改善。我先甲你行2罐过，你先食，食了若有效，我才继续行哦。了生，真正免遐功夫啦。喂，喂。体示无效，只好接受，嘛照说明书的指示认真食。过来，逐礼拜拢会接到伊的电话，问讲：“即马有鼻着啥无？”有一天，我只好甲伊讲：“有啦，闻到啊啦，真实的哦。有闻到你友情的香味啦。是啊。”伊小可讲一个，哪像接面壁，讲：“干，安尼，毋就无啥物效果的意思啊。”原本就是这件代志，就到这为止啊。谁知影过无偌久，煞又阁接到伊的电话，非常神秘，甲我讲：“吴导演，我甲你讲哦。我即摆人伫台南上厉害的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遮，我替你挂号啊！即摆轮到你啊！你甲医生讲你的镜头，伊真厉害，一定会甲你医好好。来，先生，麻烦你甲吴导演讲一下。我哪听电话，哪里想迄个医生毋知有偌爱药。医生真客气，听我讲完镜头，问我是毋是捌做过什么检查，了后甲电话转转来互神医疗，想袂到伊同款继续强调：这个医生足高明的，患者真济，拢是人报来的呢。伊开的药啊，百面无问题啦。袂笑，伊摕着药仔，佮拍电话互我，讲医生有写一寡注意事项，甲药仔的使用方法。你等一下，我请护士念互你听。你家己念一个毋就好啊？哦，大个，你是毋知影我无啥捌字哦，也无你遐济代志，我是安怎拢爱听别人讲才知。
到未交往将近20冬，食过伊算袂了的物件，接受过伊讲袂尽的真心关怀。我虽然伊毋捌字，即件代志都无发现，雄雄感觉我才是迄个毋捌字的人。今仔日的广播剧，我则是迄个毋捌字的人，是由吴念真原作，赖家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陈戏了的郭仲坤演出，导演林依婷演出，同事林培英、孙静书演出，礼仪师王家仁演出。讲出心内感动，阅读吴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涂念派玲。虽往陈戏了讲话较凊彩，不过对家己的手艺较有自信。无定是自己那时伫台南大汉到大7、60年的喙斗，互伊有敢大声讲话声喉。搁带迄款人共做的，我若有，你嘛有一份的性格。下港人的热情，有影互陈戏了的顶甲无寸。有当时小看较无分寸，手头有着较重。毋过迄份心心心意，足温暖的。嘛，甲人感动甲目屎流、目屎滴。人甲人之间真简单，嘛真复杂。有人是性地想法麻，嘛有人是一场茶到笑，安怎想无袂甲因囥做伙。有时阵因为一个语言，就拿西讲啊成杯对前对后，嘛有可能会因为一时气毛一摆，就惨无到水无流。两人的关系安怎开始，安怎认定，安怎结束？这世间上无完全同款的剧情。若是问陈戏了，当时认定误倒会做大的，很说伊家己嘛讲无落来。你的身躯边敢有甲陈戏了同款？已经熟识足久，毋过真足想想咧，佮敢若无啥了解伊咧想啥的人。现代社会有网络，信息流通嘛真紧，要欠人直接半暖，并无啥物困难。若要维持几年的友情芳，就有影爱像陈戏了的男主角同款，开一世人的时间，
慢慢啊熬，豆豆啊沉，才有通练甲逐份炒鳝鱼拢27秒，真炒袂超过3秒的好功夫。无的确，性地嘛有所关联。料理欠多技小项，材料简单，材料照步来有坚持。炒的时阵骹手慢领，要收这口鼎开骨了10年袂走味，正经也有2步7啦。是讲生鱼料甲导演，一个毋捌字，一个偏无味，嘛算会下啦。即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诶？阮虽然毋是介意聚会，唠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专门客，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后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今仔日同款欢迎3位成功大学的同学来挑战。第一位是咱台文系萧燕轩，燕轩你好。大家好，我是燕轩。好，第二位同款是台文系张廖嘉欣，嘉欣你好。大家好，我是嘉欣。选入去第三位是咱台文研究所的林静佑，静佑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佑。好，欢迎3位同学来挑战。今仔日伫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台湾广西学会前理事长萧凌春老师。感谢萧老师透过网络甲咱连线。另外，还有2位台语老师提供翻译的参考，一位是咱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宏辉老师，还有一位是咱台文家市民计划发起人吴希美老师。好，所以咱就来进行今仔日第一个题目。不离不弃，不离不弃，无放散，就无放散，不离不弃，无放散，无放散。好，安尼讲咁好势，请萧老师指导。放散，放散。有歌唱写放散。因为一般社会上较少听到，所以我会搁听较准吼。主要就是讲迄个无放散，无。伊是讲无放散。无啦，爱加一无就对。对。无离开，无放散。无离开。无离开，不弃，无放散。我去照你的腔口。好。照你故乡的腔口。好，感谢萧老师哈。好，另外咱来听今仔2位老师的讲法哈。咱来听陈宏辉老师。忠诚无放散。同款是无放散，忠诚无放散。搁再来是吴希美老师。10几冬啊，犹原伫伊的身躯边，无离开。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选入去第2个题目。面对这种自信和自负，唯一的检验方法就是摄影存证。面对这种自信和自负，唯一的检验方法就是摄影存证。摄影老坚固。咁咪讲摄影啊，摄影。面对这种自信甲骄傲，唯一的检验方法就是摄影老坚固。好，请老师指导。
摄影纯正，一只讲了影尊敬哦，我会当直接。因为这个是迄根社会普遍第一个解释。好。自信甲自负，我会经常咧批评家己，讲爽佮懊恼，就是讲足爽的啦。要提升提高家己的赞助，就是讲会当加减古文来讲，自信、自负来讲一个句。伊嘛是当接受，所以自信、自负应该是当接受。即摆教育部的书店，家己书店咧拍拼，就是咧甲一寡台语甲华语的共同词，都有咧讲诶，台语也咧讲，华语也咧讲，安尼咧扣入来伫书店内底。好，感谢肖老师的说明。好，所以来听今仔日为台语老师的讲法，吼，咱来听陈鸿辉老师。面对这款自信和骄傲，唯一的检验方法就是翕相做证据。好，再来是吴希美老师。因遐有自信，遐高自典，要确定因有影像因讲的安尼，就要加摄影摄起来做证明。好，三位老师的讲法无啥共款，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啊哈。选入去第三个题目，手里的勺子在锅里翻动几下，手里的勺子在锅里翻动几下。手内大汤匙伫鼎内拉几个，拉几个。鼎内底拉几个，拉几个。好，这个调敢若怪怪哦。好，咱请肖老师甲咱指导。家己的轻声词有便利的作用，做嘛？少年的这样的一句轻声愈来愈少讲，拉几个。缴获几下，一些缴获好几下，就拉几个。问你，如果是问你缴获多少下，就是拉几个，你听无？几个甲几个无啥共，你过来一个重点。你可能毋捌看过大惊大走，你可能捌看过好侠。讲好声，可能捌听过哦，毋捌听过。这侠勺子，咱台语叫侠。过人则是用烟片做，我囡仔时代是用号角来做，好听。过来用迄个烟片来拗。你河饭较早大惊大走，迄饭爱糊起来，糊底放，我哋这过去经验啦。就伊个声，鼎里，伫鼎里，你讲伫鼎内较好，伫鼎内喙内，伫喙内绕咧，我讲出鬼安尼吼，安尼好做，伫喙内绕咧，喙里。甘那个吞生丸，迄个喙内甲喙里无啥共。手里的声伫鼎里嘛是轻声哦，迄里嘛是轻声，伫鼎里拉几个？你看这内底伫鼎里几个所在是轻声数。鼎手里鼎里拉。这样轻声数。好，感谢肖老师的说明，所以起来听陈鸿辉老师的讲法。手里的蛇伫围仔内拉咧。好，赶快讲声哈，所以去吴希美老师。伊手里迄支箍仔伫鼎里甲插几个尔，就停伫鼎前。好，互咱同学也有空中好朋友大家参考。
选入去第4个题目。就在迅雷不及掩耳的刹那间，就在迅雷不及掩耳的刹那间，就伫拍雷公袂赴，两个免叫人还以为迄毋是台语，就伫袂赴，就伫袂赴的迄个时，袂赴吗？他好像袂。就伫足短的时间内，佮伫足短的时间内，安尼讲咁好势，请肖老师指导。就在迅雷不及掩耳的刹那间，这个图咱俩个意思就好，因为你无做照翻译。我是讲听较无的台语，就讲就是紧是山。我听到听无，所以我就讲，就伫行动迅速，行动迅速。我紧是山，你就听无？无听无呢。那在座听话，可能无几个无，应该是无人听。紧是山，你毋是山来的，大时爱先刷去，安尼嚟说，就是行动迅速，风袂赴风避的瞬间。这个歌语到底咧讲的词，慢慢拍落去啊。好，感谢肖老师。好，所以去来听今仔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来听陈芳慧老师。就伫迄个袂赴反应的一点仔久。好，这个一点仔久瞬间好，所以去吴希美老师。雄雄一点。好，真速捷的讲法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选入去上尾一个题目。这家伙就会不定期、毫无预警地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这家伙就会不定期、毫无预警地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这个较小心的啦。这人对无定期。无预警，这人嘛想到的雄做伙，雄做伙。这个人若想到的雄雄出现伫我的办公室。好，听起来反正真顺安尼讲咁好势，请肖老师指导。我咧讲，听到无的，我就讲，这个卡小有甜啊无等。听无？甜啊无？有甜啊无等，这就是听无。第二，信落去啊。咱广播剧也好，还是广播节目，当然有阵时加减插一寡古早事，毋过若是人听拢无，就无爱听。所以我也是甲这卡小就会不定期，大家听健康条，拢无先秃头就出现伫我的办公室。秃头，我用比较文化的词，秃头，在这种条文。好，感谢肖老师。好，顺利来听陈芳慧老师的讲法。这颗就会不三时料想未到的出现伫我的办公室。好，无预警或者料想未到好，顺利去吴希美老师。迄颗就达不时无张无弛走来我的办公室。好，希美老师是讲无张无弛好，安尼咱今仔日5个题目拢完成上尾肖老师讲有啥物重点要来提醒咱3位同学？咱咧同一个时，但是会去用迄个时间来绑掉，但是咱俩我意就好较重要。你若去用迄个骨头绑掉咧，煞我都透袂开。好，今仔日非常感谢肖林春老师，也有3位同学来挑战，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剧内面演陈鱼寮的郭仲坤。今仔日的节目听煞，唔知恁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言分享，
嘛会使写文卷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相送，欢迎你做伙来斗闹热，请上詹文溪电台详细了解。27秒要安怎？哦，即摆已经15秒啊！来，15秒，啊，即摆11秒开始。安尼有27秒，好，来赞。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监制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小林村、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王延华、赵子贤、上扬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配乐。详细内容请参考电台网站，还有影片的说明。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腹肚饱心嘛温暖》，难忘在地温暖，欢迎准时收听。插架天天摆到地方睡觉，咁冇叫我嘅。好，啊會啊，插架見到我媽媽，哦，一日得咁幾貴啊？是啊。這波是。啊，這多啊！啊，你別人伊無法度安尼啦。啊，是啊，要安尼。呢個是真講好，就是我即擺我炒好，哦，我即擺我炒好先趕緊叫朋友，人家要算賬，叫完之後先趕緊朋友人去食。哦。即係咱嘅先咯，誒，真係咁幾貴嘅。27秒炒好一盘这鳝鱼吼，来，你看，赶紧嘞，来，看小下。啊，你爱食，讲好食，啊，伊杂王啊，我硬就看到你有在食，讲身体又恢复健康。来。咱这美国回来吼，好食哦。切啊，真切啊！看到烤大面来我。啊，你放物件。老板，你不要老的。